了，今年这样的人才会发展严重严重啊！哦，知道了，个人在那这，那也还差点，差点呢，老板娘老师就用上得了。听说是的，现在都一路了啊，再搞找一样不是嘛？你找你的，你是的呢，妈的，是不是叫对呢？反正结婚找个娘是下去了。差点，差点呢，老板娘老师就用上得了。听说是的，现在都一路了啊，再搞找一样不是嘛？你找你的，你是的呢，妈的，是不是叫对呢？反正结婚找个娘是下去了。